再來看中聯問題有這場食安風暴呢，即賣是有消保團體開記者會，講學校甲一般大眾只要有受到影響的，攏會當來參加團體訴訟。這學校甲民眾只要甲這證明的資料甲傳互好勢，後手就交予消保團體來拍官司。拒絕毒球影響學校食食安全，台灣消保協會手提口號牌，要替這個受到中聯問題有影響的學校來拍團體訴訟。協會講，目前相關單位提供的資料，受毒球影響的學校有861間，幼兒園有334間，因為問題球一批接一批壁，無排除會閣增加。佮加上即陣當咧休熱，除了收件時間延長到10月底以外，收件認定標準嘛會放零。只要學校你使用到泰山福壽服貿，你有覺得你可能有危險，或者是學生家長甚至於學生要求他想要爭取權益，都可以，我們會從寬認定。反正到時候真的成立團體訴訟進就法院的時候，法官也會做比較嚴格的審批。南部攏有消保團體開團上記者會，佇咧行政院消保處的協調下，南部是負責學校的部分，若北部的消基會會針對一般社會大眾來收件拍官司。消基會表示，中聯泰山福茂復修4間公司，目前7批確認有問題，又已經回收2700多棟，宜豐新路價有5200多棟。目前上大的問題都是真濟消費者唔知家己是毋是有食到遐個球。現在因也先設計一個報名 QR code， 也毋望消費者做過徛出來，濟人力量大。各位消費者，如果你覺得你可能是受害者，請你掃這個 QR code 來跟我們消基會報名。那之後等我們比較確定說到底應該要請這個授權方繳交什麼東西的時候呢，會由我們消基會主動的來通知您。消保團體表示，這回受到問題有影響的人數會比頂屆頂新的毒球更加多。除了消極的團上作櫃以外，也毋望政府相關單位會當做好源頭的把關工作。民眾的食食安全絕對袂當有一點點仔小覺察。記者柯家族區條用綜合報道。